中嘉宽屏三观王上主车清理社区，应有家家户户稳定的基础网络。为了回应地方伫治安、天灾事故等需求的预防，加担市政府、民政局合作，导入社区安全防护监视器的设立。先伫北区甲东区较下行动试办，各区分别选12个点，总共架设24基。用时间同步影像系统来弥补经营监视器的限制甲不足，毛地方相当感佩。今天也谢谢我们黄市长为了我们社区巷道比较狭窄，然后增设了2组侦测器让我们社区有比较安全、有可套性。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巷道的巷比较小，然后反光镜的部分也做了没办法去死角，也没办法去实施去安装。然后今天市长为了让我们社区有这个功能起见，也给我们做了一些很好的监测器，也谢谢我们区长，也谢谢大家。真欢喜，在咱市政府的支持之下，先经北区来做咱社区安全防护网络监视器的迄个设置的一个示范点。那因为咱市长真关心到咱社区、咱民众的安全，出入安全。所以特别访问到公所来针对着咱地方较高有一寡事故发生的点，来保障来装咱这个监视器，会使随时互咱里长也是互咱的迄个警察单位来透过咱的手机来连线到，来看到咱的监视器，安尼随时若准做咱有啥物危险、有啥物无安全的所在，咱的警政单位拢会使透过咱这个网络来。及时就来了解到讲，咱这个社区有安全性的需求，这嘛是保障着咱社区的这个安全。面对这款监视器设立，伫社区的产出24点钟的警卫来守护的效果，毛市长吴伟铁亲自到场关心，包括民政局长江林煌、北区、东区甲安南区的区长，以及这些在地里长乡亲拢到场见证。会中中嘉宽屏三观王上主车总经理陈建春嘛亲自讲解，公司伫短短2礼拜就架设完成示范点，用5G 高位置、高稳定、快速的传输来为社区安全把关。对此市长嘛表达肯定，已经创造公共利益等3赢局面。拢总24基监视器，拢总12个点，也是个示范点那希望用有线电视关键的稳定。快速传输，然后能够让我们的台南市变得更加的安全，然后变得更加的智慧。所以大家支持一个开始互大家乡亲知影讲，上主车甲三观王有线电视，除了阮提供有线电视甲这个宽频上网服务以外，其实我们也当帮市政府大家来做真侪代志，互咱呢这个城市更加来进步。社区用的监视器也就是我们跟有线电视业者合作，来在社区铺设监视器的点，那用租赁的方式，那跟社区跟业者合作，因为有线电视业者他们的光纤网路都已经铺设完成，而且直接架设镜头就可以马上发挥即时的效果。那这点非常感谢双子星跟三冠王他们率先能够这个跟市府。以及跟民众这个充分合作，因为运用我们有线电视充分许多进入社区、进入家户的点，那我们在社区重要路口设置这个监视器，那能够让民众在第一时间在我们在不管是社区治安的维护，或是预防，甚至发生一些社区大小事情要调阅监视器的时候，都能够很快的能找到，而且这个维护的品质，这个监视器的品质，经过我们了解是非常非常好的市长表示，今日试办以后，接刷要含虎城、溪南、溪北，只要有需要的所在，拢会本地有线甲有线电视的网络合作，伫上短时间将监视器设立的比例大幅度提高。台南新闻管制林根采访报道。